Hello，大家午安，吃饭了吗？今天是星期一，所以小溪非常的忙。然后昨天从早上，然后一直忙到晚上，屋主在网络上看到小溪做的相关资料，所以特地请小溪过去分析他的房子售价啊，然后包含他的屋况啊，然后整体的趋势行情啊，然后最后就给小溪委托，就给小溪一个但是小溪这个礼拜有2个合约要签，所以今天很忙。虽然今天早上不用开会，但是对从早上来，我们同事都很惊讶，你今天怎么会出现？没办法，他的文件资料要处理了，所以小溪现在还没吃饭。那大家赶快吃饭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！欢迎关注加追踪。